咱陪老爸爸出去吃饭好吗？难吃饱。不然老妈也出去喏。是。今日还没有脸书哦，然后赶紧去好吗？应该不会。请按铃。来，妹妹，我再给他讲，怎么说呢？怎么说？咪咩，咪咩，唱唔唱？我看到伊跟阿爸多生气吼，嘿吼。妹妹，见不呀？阿就平常啊，来呀你啊，电台啊，他们那个发通，不老去干嘛？好歹势讲哦，好不好意思哦。安尼是讲，安尼审犯，安尼天师头诶。爸爸就喺牙邊邊呢。